因你甚至帕尼陀舍，居于犀牛河主中，700阿罗汉，700大阿罗汉绕，双手借作灯持印，加持上是救主是加持佛法心变心身。那么这个是，叫做这个啊，就是第8个阿罗汉呢，就是叫做是生者这个巴扎顿扎，就是我们藏文当中是巴扎顿扎，就是也就是说巴尼多舍啊，就是巴尼多舍。那么他呢，就是居于这个犀牛河住啊，就是犀牛河住。那么有些这个资料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居于东胜生主啊，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一些这个说法。然后他具有这个700个阿罗汉，就是具700个阿罗汉，就是也有些资料当中就是说是这个600个阿罗汉。那么他的书印呢，就是借这个灯持印啊，就是灯持印，也就是说呢，就是以这个信的这个安住，就是让这个就是驾驭就是世界的所有的。外在的这个就是外在的这个世界，就是可以说获得一切这个自在，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依靠这个巴拉顿扎尊者的这种加持和威力，就是他的这个发愿力呢，就是让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大德们就是长久住世，让这个显密这个佛法呢，就是在实践当中就是广大这个弘扬啊，就是不断的这个兴盛，就是发展，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尊者呢，就是在这里也跟大家就是简单讲一下，就是巴拉顿扎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他的这个一些事迹呢，就是以后方便的时候可以看那个仙喻经啊，就是仙喻经，就是仙喻经当中呢，就是也是有这么这个，我就简单的这个讲吧，就是这样这个记载的，就是也就是说呢，就是印度的这个舍卫城啊，就是有一位这个长者，就是他家里呢，就是生了一个就相好这个就是也可以相貌庄严的一个这个孩子啊，就是他生了以后呢，就是可以说他的这个手呢，就是一直握着的，后来一打开的时候呢，就是里面有这个两面这个金币啊，就是金币。那么这个金币呢，就取之不尽的，就是谁去了以后都是有在不断的。后来的话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仓库啊，就是全部都是这个装满这个金子，就是人们呢就是称它为是叫做是金财，就是金子的金，财物的财。那么后来就是他逐渐长大之后的话呢，那么自己这个以前的这些这个善根呢，就慢慢就是复苏，然后就是产生这个出家的这个念头。那么产生出家的念头的时候呢，就是他通过这个父母开示父母按理来讲是印度的话呢，基本上这个很多这个父母是这个开示的就父母的开示。我看到一些唐朝的一些资料的话呢，就是当时这个很多啊。嗯哼，刚才讲到哪里啊？就是讲到那个，嗯，金财尊者，金财啊，他当时呢就是开始，怎么说啊？就是就出家，就是出家以后呢，就是受这个沙弥戒就然后慢就是他在这个包括就是对这个出家人的定力很多这个行为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福报呢，就是不断的这个涌现。后来呢，就是依靠这个师尊的这个开示，就是获得了这个阿罗汉果位。然后那个就是弟子们呢，就是问，就是说他这个生来的时候都是有这么大的这个财富后来就是获得这个圣果，就是什么样的这个因缘来呢？就是佛陀当时说这个他在这个毗婆尸火的时候呢，就是本来有一个富贵的人，就是做这个供僧，那么有一个穷人呢，就是他自己实在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财富，后来就是觉得是很随喜，就是别人的这个功德，同时他自己呢，就是卖木材的一些这个金币呢，就是供养这个僧众以这个果报呢，就是先前就是几生当中都是他这个有如此大的这种财富就是其实你看他卖木材的一些简单的这个金币呢，就是供养僧众，而后来呢，在他的这个一生当中有这么大的这个福报，就是以前我可能讲过吧，就是《阿育王传》当中的话呢，就是当时阿育王也是引请很多的这个圣众就是当时这个供养就是供养的时候呢，就是
家里面就是有一个仆人，就是仆女。这个仆女呢，就是感到就是自己就是没有这种财富，就是很悲伤。就是但是她在这个扫地的过程当中，就是有2枚硬币就是找到，然后呢就是这个马上去这个供养，就是会向法院。后来呢就是他就离开这个不久呢离开世间，离开世间以后的话呢，就是阿育王的这个皇宫里面，也就成了就是他的这个公主啊，就是他的这个公主。然后后来呢就是他长大之后呢，就是有特别大的这个财富啊。后来这个问有一个叫做是耶稣阿罗汉，就是这个阿罗汉呢，就是他通过神通来观察，就是其实他的这个前世呢，他自己在会诊当中所找到的这几个硬币呢，就是供养这个神宗的功德，就是所导致。就是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就是轻视啊，就是小小的一些这个功德呢，就是无利无害，就是一起是这个自己啊，就是在没有吝啬的情况下呢，就是我觉得是供养慎重还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这个汉地呢，就是很多的一些福报，就是确实是这个还是这个很多人是有福报的，就是自己有一些这个财富啊这样的。但是呢，你供养个人的时候，如果这个个人呢是个圣者啊，就这样的话，倒是当然是非常好的。如果这个不是圣者的话呢，就是可能只能起一些布施的作用，就是不一定起这个供养的作用。那么布施的一般对境呢，就是可怜这个众生，就是可以这么讲的，就是应该这样讲的。但是最可靠的呢，就是供养这个圣众啊，就是一般来讲，就是任何这个寺院当中也好，就是像我们学院这样的话呢，有这么这个几千个僧众，就是这里面没有僧者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所以说是要这个供养僧众的话呢，就是最保险的。就是所以我经常呢，就是跟这个遇到一些这个汉地的一些，包括有一些这个施主的话呢，就是我很想那个让他们呢，就是供养的这个对境呢，就是最好是这个僧众好一点。就是如果是个人的话呢，就是现在很多人这样的，就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好的时候的是对这个就是对这个上师也好，就是对这个上师的是经常这个供养，但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就自己后悔啊，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这种现象是比较多的。就是所以说呢，供养的功德确实很大的，但是这个供养的对境呢，也是可以说是这个慎重，就是慎重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讲到了什么呢？就是这个尊者啊，也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巴拉顿扎尊者，就是巴拉顿扎尊者呢，他是在释迦牟尼佛时代的时候呢，就是他这样就是获得阿罗汉果位的，就是果位的。其实他的福德就是特别大，就是所以在以前的一些说法当中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经常呢，就是祈祷他的话呢，就是那么自己呢，就是也这个一切这个财富方面呢，就是很多人呢，就有些人都经常说是我特别穷，怎么办呢？给我叫一个黄财神的这个修法吧，就经常这样，就是对着很多上师，就是上师走路的时候都是后面跟着，哎，上师啊，你可不可以就翻身过来给我传一个黄财神，就是我马上想发财啊，但这样这个上师他自己也是不是，就是如果去化缘的话，那就是不一定就是知道这个上师有这个修法，就是所以说呢，我想我们。很多人自己啊，就是祈祷这些阿罗汉的话，那就是如果这个前世就是有一些这个福分的话，那就是应该可以。前世一点基础都没有的话呢，不管这个上师再好，就是阿罗汉就是功德再大的话，那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就是这个可能自己要观察。